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6月27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中国城伫去年10月份已经完成建筑物拆除的工作，伫各界的期待之下，总算伫27日上午，伫市长赖清德甲各界贵宾的参与之下，共同进行中国城广场甲海岸路景观改造工程的动土仪式，希望为中西区带来新的发展。台南市中国城原来是南台湾闹热的商圈之一，但受到海岸路地下街工程的影响，互附近一带的店家纷纷关店，影响周边的商业发展。多年后，市府透过扶城招待地震的国际进度，要重新打造中国城甲海岸路的景观，并且伫1805年10月完成建筑物拆除的工作。也伫今仔日上午，伫市长赖清德以及各界贵宾的参与之下，进行动土仪式。咱的这个中国城，就是水与绿的生活空间呐。啊，海岸路的景观大道就是一条翡翠项链，啊，那么是安尼设计呢？当然这是国际级的团队，李仁加荷兰的团队。经过竞图了后，因赢到这个机会，然后设计机会。我你甲想起来是这个李选委员会支持因的观念，我感觉嘛有道理特别是我有注意到建设这个规划团队有讲一句话伊讲咱南部拢做热啦，台南市的嘛是同款，所以应该爱甲迄个七股四湖迄款的观念甲引来到伫个即个都市上闹热的即个所在，那么当然树你更加毋免，更加袂使欠缺所以咱看起来简单讲，即个广场就是水与绿的生活空间。由国内外建筑师甲规划设计公司共同规划的扶城招待地震改造进图，伫中国城广场的部分，1.93公顷的面积，将以社屋甲自然都市的概念，打造民众休闲的活动空间。而海岸路的部分，3.53公顷，将融合翡翠项链绿带的意象，借此带动中西区的整体环境甲欢迎。今仔开始要动工的部分啊。就是这个中国城中国城这个位置，中国城这个位置啊，大概伊的这个长度有238公尺宽度有14米我这个要改造工程费啊，有7亿2300万因为中国城要改造，阁无够含这个海岸路啊，整体有若是咱中西区大家共同的期盼这个海岸路这个要景观改善的这工程范围啊，就是咱具体海岸路地下化工程为这福建路到往北到这个民族路口这全部的长度是800公尺宽度是这个路宽40米这个工程费大概有7亿728万所以这两个今仔做伙来设计今仔有同一天来办理这个动工的这个程序，所以这两个工程经费全部加起来大概2亿3000万。中国城广场甲海岸路景观改造工程，目前已经完成发包，预计1807年4月底完工。后续也将用装置艺术的方式对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希望为市民带来全新的生活环境。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甲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合作推出地震带的共同体特展，只有记录的影像、相片以及灾后留来的物件，希望互民众做伙见证历史，也进一步了解预防地动灾害的重要性。地动险报为伫咧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台湾甲日本，一定拢会当亲身体会到，也因此即个台日跨国合作。展出侪地动以后留落来影像、相片以及产生出来的文化，佮加上写实的文字记录，每一件拢是咧见证地动的上疼历史。
人的历史跟土地的历史是无法分开的。从地震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土地的生命是如此的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台湾处于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之中的地震带，所以地震频仍啊。那么据我了解，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目前所知道地震的记录大概有5个世纪之久。但是同样在太平洋地震带的另一端的日本那么从日本的记录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西元400多年地震的记录，所以从这2块土地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台湾跟日本真的是处于一个地震带的共同体。台湾人、日本人共同在面对地震带来的挑战，面对地震在生活里面随时这样的一种恐怖的经验那么其实也共同在挑战我们的社会如何来回应地震用许多的文学、图像、传说、故事来描绘对地震的恐惧，这样自然灾害的恐惧。在历史时代，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组织，譬如说，在我们的民间社会是庙宇，在政府机制里头，政府的救灾各种的制度怎么样？后来的逐渐的介入地震，然后在今天21世纪的科技的时代，博物馆怎么样参与？怎么样介入到地震这个灾害里面？透过一寡去地动损毁的物件，以及遭受到强烈地动的民众，因表现出来悲伤甲拍拼要恢复的模样。透过这届，台湾甲日本也互相交流经验，希望会当互较侪人更加深入来了解地动的本质。台日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市府下晡率先全国甲台湾银行合作，推出行动支付地震规费服务。市府表示，就是希望以简单、快速、搁安全的技术，一步一步取代缴纳现金，落实智慧城市的发展。为了让民众方便缴纳地震方面的规费，除了现金、支票、信用卡甲市民卡等多元的管道甲选择。现在地震局更加拥有800万存款户的台湾银行合作，只要提出会当扫描 QR code 的手机就当直接对银行的小户来扣，不止操作方便简单，重点是安全快速，也是率先转过来实施。我们跟台湾的银行合作最主要是它是全台湾最大而且服务最广的一个银行算是国家银行它有800万的客户。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技术公司、技术服务公司它基本上你不管怎么刷都会便利，最重要是安全那我想国家在进步，社会在进步，每一项都要进步所以这个也是算是地震局的一个新的创意为什么要去弄这个东西？就2个，第一个让老百姓方便，第二个提升受市民的品质，最重要就是要永续环境的经验。各项方便智慧的付款方式，相信未来随着智慧型手机的发展，将一步一步取代现金的支付。当然，市府嘛强调对地震出发，未来将持续规划到各种行政规划的缴纳，推广到各社区相关。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火车站头前的机车临停区是提供民众伫火车站接送亲人时，会当将车暂时停咧。但最近有真侪无守法的人，将机车、脚踏车长时间放伫临停区，造成其他使用人不便，而且佫无美观。因此，警察局目前发宣传单，宣导将伫7月1号开始拖掉。呼吁市民爱守法。台南火车站暂停机车临时等候区，定定有脚踏车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了机车等候空间。所以，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甲警察局将伫7月1号开始执行拖掉。目前先伫机车等候区公告，并且发送中英文传单来提醒民众守法，避免爱车被拖掉。
我是站前区的机车接通区，因为最近民众反映很多脚踏车违规停车，那我们警方也经过劝导，那在7月1号开始，我们会同交通局执行强力拖吊，那也请民众不要轻易将脚踏车或电动自行车停在接通区里面，以妨碍机车接送。另外，如果民众的脚踏车、电动自行车遭到拖吊的话，可到交通局的公有停车场。建平东路51号的交通局公有停车场去期待相关证件去领用。7月1号开始拖吊了后，违规的车辆将会被拖吊到安平区国平东路51号的公有停车场停放。脚踏车在移地的初期，并未开罚单，以及收取拖吊费用。但是为着卖浪费家己宝贵的时间，民众也是爱守规矩。爱将车停放在合格停车位当中，这是上界正确的。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为立法院到各县市议会，那么议长会当对议员行使动用警察权的法源，这当维持警卫维持秩序。不过，就因为23号迄天议会爆发议员之间的集体冲突。结果，议长动用警察权，引发国民党议员相当不满，发表谴责。顶礼拜，国民党议员因为要求将房屋税降税案纳入一道会，但伫民进党人数优势，并无通过，引发提案的议员单调来不满，冲向主席台等一连串的集体冲突，甚至议员也企图炸民众进入议事厅，结果被警察局长一人挡伫门口，双方再起冲突。对此，国民党籍议员上午再次表达不满，除了形容为绿色恐怖，也认为议长动用警察权介入议会正当之争，除了无法官的根据，局长的角色嘛值得检讨。我们很担心绿色恐怖已经在这个大楼里面出现了嘛。我想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谢谢警察同仁的辛苦哈。那当然，警察局长他可能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不晓得。不过，当在议会里面，不是他的管辖权里面发生的问题，他如果来介入，甚至于跟议员对呛的话，我想对于他自己角色的扮演，这是有扣分，并没有加分的。所以，警察局长，请你自己把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跟身份做好。我想，我们警察人员非常的辛苦，而且在警力非常不足之下，在议会我们有警卫可以为我们维持现场的整个状况、整个那个秩序。我想再动用到我们这么老大的警察局局长，实在是不敢当哈。议长动用警察局来维护议会场内场外的安全，有没有法源的根据？副院长，我想无啦。警察局长也是曲解法律的见解，可是没有法源的根据之下，他根本是列席人员，无这个权利义务来执行伊的警察局长警察权。第三，我想警察局长或许要这措辞上要修正一下哈。会中议员林彦洲甲卢坤豪嘛纷纷谴责民进党暴力，都是要求议会增加警卫的专职人员。批评以后，议会冲突再度上演，同款引发动用警察权的争议。但新闻军及郭培义采访报道。新秀军节的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红山管制将近100栋的高雄6区的山区，因有野生的地树，甚至是日本天皇指定要啉的地品，嘛，互当地原住民有计7月将引进这种野生茶，同时进驻台南知识馆地，要互民众品尝。这位来自高雄6区的原住民，以老厝的位置海拔1600公尺管制区，因为发现上清淡的野生地树，所以打算在现况南投地山的地片当中，个别互民众有完全无共款的享受。因为相传这是日本天皇指定所啉的茶，而且拄好是伊甲好朋友创业，选择来到知识馆地，拄好是1923年，当时有人太祖伫台湾参访所在的所在，嘛，互伊进驻甲地品充满历史卡下。我那时候在想说，知识馆底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后来跟这边的屋主，也就是高新建设的杨富里他们合作，才知道说这里是裕仁天皇的所在地。因为我们六龟乡跟桃园区的野生茶，之前是裕仁皇太子指定的御用茶品，然后我们又去找到了一些原始的资料，才知道说野生茶真的不得了。它除了是给裕仁皇太子喝之外，它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个树种是全世界只有台湾的原生种，所以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太 match 了，就是跟我们很能够配合。当然，甲茶密切相关，就是徽亚器具，其中王小钱就是收藏对宋朝甲清朝几啊百当前所流传落来珍贵器具，要甲所有有缘的人来交流。甚至7月，佮要结合会计大师，嘛是台湾之光吴尚阳来办活动。大雅斋这个部分，就是他在颐和园里面的一个斋坊。这个大雅斋，它就是一个慈禧太后那时候的画室，对。然后慈禧太后她所用的东西都是大雅斋，对。这个就是它100多年了，然后保存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其实我们对这种瓷器的东西，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要做一个交流，然后用一个嫁女儿的心情，然后让她找到知音。然后把这个最好的东西能够送到一个他们最喜欢的人的身上。因为当年好朋友的创业，不只和这栋历史建筑有了地方有古董艺术的内容，了更要积极来推广相关的会计甲地道，所有兴趣民众不妨来遮感受。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安南1站为94年3月开始进行服务。为感谢在地企业甲善心人士长期支持，特别伫6月27号举办二手拍卖活动，邀请华山基金会服务的6世长辈甲各界来宾到场登录，为投机中者募集照顾经费。华山基金会安南1站所服务的一位单聪华阿公，因为得到失智症，记忆一天一天消失去，为了留掉这回忆。阿公开了4个月的时间，亲手用写，将家己一生的回忆记录落来。华山基金会安南1站也趁着举办二手市集拍卖会同时，将单聪华阿公的回忆录摕出来拍卖，希望会当互更加侪人看到这需要被关心的长辈。来哦，8百2声，华山，哦，车加1000啊，水啦！你要看这毋才叫办事对无？1000块，来，1000一声，啊，12啊，哦，12啊，11，讲好，11就好，来，11一声，来讲有卖无？112声，记得哦，11 2声哦，若无要讲出啊哦，11 2声哦，好，11 3声来，阿妈阿公。
今天呢，我们办这个感恩茶会，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在照顾的长辈当中呢，有一位失智长辈，那他发现呢自己在记忆力开始慢慢退化之后啊，所以他已经他就开始用他的纸笔来记录他的人生的一个岁月。那今天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忆昔抚今》的这本书呢，作为我们华山基金会今天二手感恩茶会的一个拍卖活动的主轴，希望说可以帮我们长辈，我们在服务的经费上面呢，可以多做一些努力。那另外啊，我们在我们安南区社站上面呢，已经在社站12年了。那在我们的二手市集上面，在安南区有二手市集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只要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安南的二手市集多逛逛街，好，那买二手物，可以做爱心，好，那其他的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帮助我们的山师的长辈。华山基金会伫台南地区目前已经成立32个爱心填晒站，照顾2000位弱势长者。基金会提供年节的关怀、陪同就医等等的服务，希望依照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合作自助的模式。基金会也欢迎有爱心的企业或者是个人，拨卡报名专线0625230008。做伙加力关心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爱乐管弦乐团公益巡回演出，将伫7月1号伫文化中心登场，会当一边听音乐，搁兼做爱心，欢迎民众做伙参与。长期关怀弱势的台南爱乐管弦乐团，今年度的公益巡演将伫咧7月1号下暗。但台南文化中心盛大演出，议员詹培亚大大学了台南爱乐管弦乐团，不但教导学生学音乐，也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让小朋友体会到行善做爱心的重要。这个参与公益、共享盛举的爱心团体有真多，因也希望借由这个平台，会当让更多人做伙来欣赏音乐，做伙来做爱心。爱乐管弦乐团2017年的公益巡回演出哈。爱与关怀系列哈，关怀弱势老幼，知道偏远教育那个记者会哈，很高兴哈，我很荣幸哈，能够帮他们这个忙哈，当个媒介哈，让他们能够今天的记者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爱乐这么多的好那个小朋友、孩子、大孩子、小孩子、爱音乐的孩子哈，能够为我们关怀弱势这一个区块哈来表演，也让借着这样的活动呢。让小朋友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小朋友在座也，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准备了一个发票箱，也在校园里面募集发票。好，那小朋友们除了演奏之外，也可以随手做公益，让他们从小就学习到说，我们小小的力量也可以对社会发挥了一些小小的贡献，这种很重要的学习啊，很感谢大家。由留学德国的竖笛演奏家王诗涵以及小提琴演奏家林瑞红这两位为主角。也演奏了台湾民谣，和现场的贵宾欣赏。这场音乐会结合爱心甲公益，要来关怀弱势。同工也会募集爱心发票甲物资，音乐会采取索票进场，也欢迎民众前来免费索取。咱的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侪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6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